为什么3-2-3阵型在现代足球中非常流行？首先是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场地的宽度与纵深，场地横向上划分出4条线，场地纵向上形成5条区域。这种结构可以让球队在关键区域形成局部上的人数优势，比如面对4后卫时，可以在后防线上形成人数优势；再比如在人盯人的中场区域，也可形成人数优势进行压制。这些人数优势让球员能够在危险区域找到空间展开进攻，例如从内部进行的斜插跑动就是非常典型的进攻方式。从组织后场构建的角度来看，3-2-3提供了极大的安全性。3名中卫搭配2名中场，在控球初期构建了坚固的结构，不仅能在出球阶段在人数上压制对手前场防线，还能在丢球后迅速收缩防守，保护中路，阻止对手反击。而这种紧凑的形态和中路密集的布置，也使得3-2-3非常适合用于高效的反抢与就地压迫。3-2-3并不是一种固定阵型，它可以由多种起始阵型灵活演变而来。比如4后卫体系中，可以通过内收边后卫或中卫前提实现。在5后卫阵型中，也可以通过边前卫内收、边后卫快速前提转化而来。